听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，我失望啦！我失望啦！我失望，你来啦！你别甲拍，你甲我再拍死啦！你要拍，你若敢拍死，你上欢喜啦！你这边讲啥？我就无法做啥。我自细汉就你拍到大汉啦，你搁拍，你搁拍我紧啦！你说你家囝做啥？阿仔，你莫搁讲我啦！你我来是共款啦。我面前你叫我啦，你想要赶我走，我来走了后，你提我8.2万，你就小想要娶人，做团主，你才是冤家嘛！你莫后面讲啦，我从来莫咧想过。你这个人，你根本就是低过条的包欠妈啦！你随时干伤心，我想咱无共款啦！你这边讲啥？你讲你！啊！大孙哦，处处都安好你，你这么看嘴保证，你老不讲啥你啊？啊！我怎么讲啥你拢袂信啦？你敢信阿孙啊啦？好，既然安讲，你对生做我处处都不安。好，来了你应该走的，你该走。仔，袂去啦，你免我再走的。我有找老伊，就找快走啦。我辛辛苦苦将你请来这团，也是我对大袂咱有一交代啊。我这个水经庙哦，无才中央大准时啦。你该走，你该死去。好，我走。阿仔，你莫走啦！再有讲的是一时的气话，你莫走啦！莫搁定下搬去啦。我来走了，第一顺你的心如你的意对无？阿仔，你去吧。阿仔，你放。阿孙啊，互伊走，我无中西啊，互伊走。师傅，你给我再一摆机会好无？免，我讲下面，伊叫我走都无出过来，互伊走，互伊走。三爷，你总算讲出你心内话啊！吼。三爷，我最后搁叫你一句三爷。袂记啊！咱男的嘛有进步读，我一定会做互你看。为我叫你师傅。你敢走？你敢走？你敢走？师傅。我才是老实，我安尼做唔对心。师傅，我是大师兄，师弟我无甲带好，我嘛是有唔对。你若要怪你，怪我啦。来孙啊，我希望我安尼做是对啦。阿仔。确实是无适合搬去，假使讲伊若离位遮哦，或者做别人头路哦，有较发展。师傅，其实你不是共阮咧关心阿仔。外孙，阿仔是自伊细汉我咧辛辛苦苦还养我这大汉，敢讲会无感情心？平天老讲。你这三兄弟哦，会用讲是哦，伊头壳上巧上精啊，伊这个看伊就捌的，但是哦，伊偏偏同好我学，规工放放学啊，还佫惊食苦。有来我嘛是咧想讲，后日若师傅若退休哦，要将戏班交予伊，予伊
互你这三兄弟好好的经营。我毋知平时会对伊较严，男儿妈就较拍，结果呢，可能是哦，可能是我的教法唔对，还是师傅教啊无路用。师傅，其实这嘛免怪你啊。我相信人老啊，你这个戏段来一起袂起。师傅，你莫安讲啦，你身体要真勇健咧。阮大家三兄弟，咱规戏班咧，还佫需要你赶带咧。对，你有办法，你赶快进去控没有？对，那阿仔条车收无要安怎？这条车若收无，阿仔呢歌艺班就免想要搁开了，尤其是个来顺啊，我早晚就好好看。秋明，是你，害我带一个。你是去比啥物？无啊，秋明，你毋是甲俊玲去高雄，你若转来？哦，我较无适合都市的生活。知你是安尼哦。也毋过，我认为大都市较有出头天的机会。可能是我的个性较无适合。知你是安怎啦？你的面哪有伤？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啥啦，安尼我来走啊。知。拜托，你有钱无？摕我来借我。有啊，也毋过无济。安尼有够无？要紧啦，有啦，有够通买一张车票就好啊。你要去车票？你要去倒位？你嘛唔知。阿仔，是毋是因为恁叔父怕你，所以你才要离开？阮师傅永远无机会再拍我。阿仔，我决心要离开戏班，家己出来外面打拼。也毋过，去外口打拼是足辛苦的，你家己要想清楚哦。你着阮师傅已经甲我赶出来，规戏班的人看我无够重，我一定要做互因看。做演出去外面打拼，伊敢是成功，我相信我一定原来做会到。阿仔，好啊，你要再讲啊，秋萍，你钱借我，我真感谢。我要来去。阿仔。最近去外口打拼，变另外一个人。阿仔，你敢会同款？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一生只有你，我也记在心内。多谢车长你的提拔，互我经营你的投资顾问公司，我一定尽我全力去做，来赚我这钱。跳！
我真正哦，真正我就抓，我有够欢喜的欢喜。你真正哦，是阮两个在世的老爸，我都感激的，都感激。你有空，加洗水啊！我错了，我袂骗，所以我你安尼得罪，唔是我家洗臭干啦。阮两个以后哦，绝对为你做牛，啊我做马，安尼我啥物我都做安尼，唔是我咧臭干，我绝对哦为你为钱赌性命，我钱多大？我知。这尔你讲对袂？迄当然咯，花旦，阮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啦。来，我敬一杯。错等下，我嘛敬你。你慢慢来啉哦。啊，我哦，唱首歌互你听。首歌哦，大家好。这样。我唱歌互你听。哦，是那东的花香满窗。蔡党诶，你啥物时阵要来我遐啊？这几工啦，这几工无闲啦。我看敢毋是哦，是毋是当咧无闲交友去的啊？你是咧黑白讲个啥？你创啥啦？我检查看卖啊，看你身躯有别个查某芳水味无？我一定要青岛，我一定要。你醉啊！我困啊！我无醉要倒你毛。太困。好，稍等，我去倒啉茶。对。好，赶快茶杯啊，落咧放花。使袂啉啊啦！我啉茶是创啥货啊？这里面，这里。就别我所爱的，因为离开我，春英，迄个庄脚查某，倒一点到我会比起？你到即摆还咧思念伊？是你先辜负我，唔通怪我。咱5点尔，你继续困。哦，手边无滴的哦，安尼行，来套房困。等一困，安尼唔跳手。好，这阮心意啊，困到边后，遐熬得较爽。奇怪，这年有了姑娘呢，变这大颗。咱两个人。手边唔是转起来了，这爸，你是什么材料？你是我
我的朋友啊，你做这款代志，赶起来，你赶起来，赶起来，你赶起来啦！太早啦，我要困啦。这什么天理啊？这什么天理啊？你赶起来讲清楚，起来讲清楚啊！是安怎啦？是安怎？你讲这什么？你讲这什么话啊？是你咱家，你为啥的？为啥的啦？我打你三十岁，啊！你别讲啊！你敢讲哈？你敢讲你是我朋友的哦？啊！你敢起来？你敢讲清楚哈？你看嘛，你看嘛，我起来啦啊！两个拢无穿衫，两个拢无穿衫啦啊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讲啊！我嘛唔知影，我啥物拢袂记哩啊！你去啊！你去啊！你是你去啊！你啊不是啦，是啊！是我去啊！我去啊！你莫讲你是我朋友啦！你这是对人啊咩？我真是啥物都拢袂。你啥物拢袂记？你明明就对我不要讲啦！我怪我啦！习惯，放走！哎呦，小，莫哭，好，请。哎呦呀，慢点啦，莫哭。我跟你讲，伊讲因第二一个啊，但是伊嘛无讲伊甲你其实安怎？我讲唔对伊哦，我跟你讲啦，查甫囝敢做敢当啦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是我爱人的哈，你敢甲我抢走，你敢是我朋友哟？拜托你啦，其实你莫对你斗路者好无啦？我哪有斗路者啦？你也无咧做代志，拢袂发生啦！手皮个斗无偌久尔，你会当声句甲我讲啥？讲你爱你敢是人哟？你目屎啦，你飞机，你无目屎啊你啦，野生气骨，你不是人啦你这个先起笑有啦！我起笑，我即摆生气啦！我对你失望啦！我那个一个当作你，你是我兄弟啦！你甲下手为强，就当我爱人啦！是你较冷静的啦！我真冷静啊！是啊，你要对我较和平安尼啊？你爱相信我，我真是啥物都拢无做啦！你无做你无做，那现在才伤心吧？你无。笑啦！哎呦，你安尼哭吼，我心肝强要走出来，你知无？莫哭。你这是无甲做用啊？安怎？哎呦，我当然无啊！伊人家安尼，就算我是要安怎嘛无法度啊。是你设计做用啊，可是做用啊，甲你发生关系，你好来控制伊是无？也是你要迫害伊甲秋萍的感情，互恁两个人有机会斗阵。哎呦，迄要哪有可能啦？等伊只是一个爱趁钱的菜鸟啊，我哪有可能去介意迄种戆大单的？对吧？你嘛是一个巧巧啦，你因拢知影，什么人是金主，什么人互你钱，是什么人互你做好嘢人，敢毋是？我当然嘛知啊。哎呀，你莫安尼啦，咱讲话当时变甲遐严肃啦。妈，你做啥？我咧算讲咱这个月开销啦，要当存偌济钱啦。讲啊，最近咱定来甲我吵讲要买一箱什么纸牌轮啦，无想讲咱厝内到底有偌济钱。我即马甲算看觅，看会当甲买无啦。妈，囡仔就是安尼啦，有样学样。伊就是看因同学逐个拢有纸牌轮，伊毋才想要买。这我知影啊，不过就想讲咱家厝内环境是做啥物款，总讲一句哦，我阿母还蛮趁钱啦。妈，你别安尼讲啊，是要怪应该怪我家己。我想咱无迄个能力去趁钱来饲咱一家伙啊，像你啦，洗衫洗甲手拢咸要烂去。妈，你啊莫将遐尼济衫来洗啦，
安尼我就唔甘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趁钱倒转来。啊，我就是唔甘你讲参像我同款，靠这努力，你看，所以我一双手搁粗搁歹看，而且答应讲，互你甲俊英两个去高雄。妈，你莫搁讲俊英的代志，我无想要听。